我今天早上打开报纸看了几篇这个社论。第一个谈到台湾不能只有一个台积电，护国神山应该多几座，不能只有一个台积电。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台湾去年生育的人才、生育的新生儿创下历史新低。这在我1年前就讲过的事情。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未来的新生，人口在逐渐的老化，新生如果不能，就跟产业一样。所以看了这些新闻呢，忧心忡忡。我们从传统的开工典礼，转变成为研究院的揭牌仪式，以及我们执行长还有所长的布达，象征的红海将从制造的红海蜕变为科技的红海。创办人亲笔题字落款的匾，象征着科技的传承。国家级的这个研究单位啊，研究了大概10年以上这些相关的技术。但是往往呢，在落地到变成产品上面，都碰到一些问题。那鸿海研究院的成立，就在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从时间来看，我们把它定义成5年加减2年的这样子一个时程大概这个7年8年以上，就交给国家级的这个研究院来做了。所以如果你看这样子时间，这样的时程来看的话，电动汽车是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产业。那就像我们所接触的3+3的3大未来产业呢，这3大未来产业都是我们在我们研究院的目标产业这个里面那第一个就是电动车，第二个就是数位健康，第3个就是机械人。